上回我们说到，楚乔率领秀丽军攻下了大梁皇宫，将詹氏叛徒成功清剿，帮助萧策的儿子掌控了皇权。那么楚乔会一直留在大梁之中吗？我们话接上回，在将小皇帝救下后，楚乔便带人去找詹子明。詹子明在看到楚乔之后，便也知晓了一切。原来是你，我三哥去哪了？詹子明看着楚乔等人，突然愣住了，然后发狂一样的大笑，而楚乔则是冷冷地说道：“死了。好，他看上的人果然很好，难怪后宫上下3000佳丽，他只对你一人倾心。”詹子明发狂了起来，自己跟在萧策的身边多年，始终比不上这个楚乔。不过很快，詹子明的眼神中就出现了一丝害怕。你打算如何处置蓉儿？萧蓉是萧策和詹子明2人的儿子，今日白天刚刚出生不久，而楚乔一直等待到今日才正式的动手，就是等着詹子明将孩子生下来。毕竟小孩子并没有什么过错，他不应该让萧蓉去承受自己母亲的苦果。他不仅仅是你的孩子，也是萧策的孩子，我会善待他的。楚乔想了想，还是告诉了他自己对萧蓉的安排。人之将死，总要让詹子明了却了自己最后的心愿。听到楚乔答应不伤害萧蓉后，詹子明苦笑的点了点头，开始迎接自己最后的结局。此时楚乔看到詹子明准备赴死的面容，一时间也想起了之前他们的一些经历。这个女人一生的命运同样很凄苦，一生中只爱了2个男人，一个从未爱过她，另外一个不能够去爱她。詹子明终归是成为了命运的一个笑话。赐詹太妃毒酒白绫。楚乔说完这句话后，便转身离去，留给了詹子明最后的一丝体面。很快，皇宫中詹家人便被处理干净了。随着太监拖着长长的嗓音喊出了詹太妃末后，大梁皇宫中的闹剧就落幕了。姑姑，母后死了，怡儿的母后死了。小皇帝此时屁颠屁颠地跑了过来，一下子就扑到了楚乔的怀中，抱着楚乔哭了起来。怡儿不怕，你还有姑姑。楚乔此时抱着小皇帝，心中也不是滋味。此时楚乔已经打定了主意，萧策守护了他这么多年，如今该换他来守护萧策的这些人事物了。此时梅香也走了过来，怀中抱着另外一个孩子，他就是萧策的小儿子萧荣。小家伙现在还在酣睡中，丝毫不知道因为他的出生，这片天地已经掀起了血雨腥风。他的父亲和母亲相继去世，只留下了这么一座风雨飘摇的江山。楚乔从梅香的手中将孩子接了过来，看着他的样子，楚乔顿时感觉他就像是萧策的翻版。此时楚乔的眼泪再度不自主地滑落了下来。很快，柳阁老的儿子柳元宗便带着大梁的文武大臣们赶来，询问今夜发生了何事。看着那些文武大臣们，楚乔点了点头，让贺萧将事情告知。詹氏一族谋害皇上，图谋篡位，太后死于乱军之中，皇帝安然无恙，恶徒也已伏法。一连串的汇报让这些文武大臣们无不震惊。在宣布完了这些事情后，楚乔便拉着小皇帝走上了大殿之中。姑姑，我不想坐在那里。小皇帝指着面前的龙椅，怯生生地对楚乔说道，他已经被掌控的害怕了。怡儿，那是用千千万万人的鲜血和白骨垒起来的皇位，也是你的宿命。大梁的江山压在了你的肩上，容不得你推却。楚乔说出这些话的时候，眼神之中充满着坚定的信念，属实是将这位小皇帝给吓得不轻。大梁朝局被楚乔成功稳住，只是答应宇文悦的事情，楚乔却无法达成了。那么楚乔会一直留在大梁中吗？在楚乔将小皇帝扶上皇位后，便转过身去，看着下面的文武百官们。一时间，文武百官和将士们齐齐拜倒，万岁之声响彻云霄。但是这些百官们此时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拜的是何人，是那个皇位上的小皇帝，还是手中掌握着军权的年轻女子。各种心机再度开始飞舞了起来，平静之下依旧是风起云涌。但楚乔此时棋子已经落定，也容不得他选择反悔了。在帮助小皇帝坐上了皇位后，第2日，汝南王妃、华阳一品夫人等人先后上表示愿意进入宫中抚养皇上。朝野中也分为了2派，武将们大多推崇靖安王，文官们主张让3位王妃抚养皇上，3位王爷一同监国辅政。
让楚乔一时间也无法确定统一哪一个方向。在第3日，当初晋安王的家奴谢绪，此时带着兵马已经到达了西赵山中，不久就会抵达京都。此时他选择挥兵而来，也让楚乔不得不防。当日洛王谋反的时候，也没见这位谢绪如此的忠君爱国，名不正言不顺，不怪满朝文武有异心。此时孙帝沉声对着楚乔说道：小皇帝毕竟太小了，而楚乔此时掌握着大梁众多的兵权，自然也让那些文武大臣们不放心，他毕竟不是大梁的人。小姐莫要害怕，大不了等宇文少爷来了，我们就将小陛下带走，他大梁爱怎么发展就怎么发展好了。梅香此时也劝说楚乔不要继续管这趟浑水了，但楚乔依旧没有回应，安静地看着窗外的月色。因为楚乔久久没有回应，孙帝也只好先行离开皇宫。但刚走出不久，孙帝便看到了铁油。此时铁油直接上前质问了孙帝一句：太后究竟是怎么死的？而孙帝很平静地回答了一番，但似乎根本打消不了铁油的疑虑。孙将军，你实话告诉我，太后是不是你逼死的？铁油此时直接问出了自己的猜测，而孙帝听到这句话后，只是冷冷的一笑。是又如何，不是又如何？其实大梁如今的朝局变化，确实是孙帝在背后推波助澜的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让楚乔留在大梁中帮忙稳定朝局，不会让宇文越将他带走。因为此时北方的战事已经响起，燕明关下伏尸百万，大魏已经快要分崩离析了。燕北的燕巡野心勃勃，势必要将大魏全部的吞下。而如今大魏能够继续跟燕北僵持，无非就是宇文越带着青海的大军在侧翼威胁。一旦宇文越离开，那么仅剩下袁彻一人，又如何跟燕巡抗衡呢？大魏一旦被攻破，他们大梁北方的屏障尽数推去，到时候燕北再过来威胁大梁，他们是完全没有办法抵抗的。所以孙帝此时也只有想办法保住大魏。只要楚乔在大梁一日，宇文越就必然不会离开大魏返回青海。而只要宇文越不走，燕巡就不能无视翠微关，发动全部的兵力攻打雁鸣关，这样可以保住大魏不灭，他们就能够有了休养生息的机会。楚乔对于萧策有情有义，并且也没有亲族和家眷，还是个女子，更没有夺取大梁天下的野心。当今之下，她确实是最好的一个选择，这也是孙帝逼死太后的原因了。孙帝的那些谋划，楚乔早已推测而出，但此时的楚乔也只能继续按照孙帝安排的道路一步步的走下去，他也只能再一次辜负宇文越了。在孙帝走后，楚乔拿着宇文越给他的第13封信，安静地坐着。这封信他并没有拆开，也不想要去拆开了，因为他已经决定留在大梁，断然不可能跟着宇文越前往青海。为了萧策最后的一点血脉，楚乔再度选择了牺牲幸福。想到这里，楚乔便将那封信扔入了火盆之中。在火苗将信件焚烧殆尽的时候，一行字也透露了出来：切要等我。这4个字是宇文越信中所提到，而楚乔看到后，眼睛也开始模糊了起来，心隐隐的作痛，哽咽的说不出话来。小姐，为了大梁，你这样做值得吗？您不能再辜负宇文少爷了。梅香看着楚乔此时的样子，心痛的跪了下去。宇文越和楚乔的感情，他也算是一路看过来的。他是真想要楚乔跟宇文越在一起，不要再被其他的事情给左右了。但楚乔一想到萧策留下来的3个幼儿，心中依旧不忍，这都是他楚乔的命啊。第3日一早，楚乔换上了那一身华贵的衣服，眉眼之间的凌厉丝毫没有减弱，反而是显得更加的雍容。此时孙帝正站在了他的面前，想必没有叫楚大人失望吧。姑娘言重了。孙帝此时神色有些慌张了起来，却还是冷静地回应道：估计大人心中已经有数了，该如何操办就全权交给你吧。楚乔此时也不再多言，都将接下来的事情都交给了孙帝去处理。臣定当不辱使命。孙帝领命后立刻下去操办了。其实接下来的安排就是给楚乔册封一个大梁封号，让他顺理成章地接管大梁皇权罢了。在孙帝刚走出宫门后，就听到了后面传来了一句：这是最后一次。但在孙帝刚回头的时候，楚乔已经跨入了内殿之中，这也让孙帝不由得皱起了眉头，难道是他幻听了？不过随即便摇了摇头，即便是楚乔怨恨他也无妨，只要保住大梁萧家的血脉，一切都是值得的。
在10月初5的时候，金吾宫中下达了萧策的遗诏，册封秀丽将军楚乔为皇贵妃，执掌宫中的凤印，并且承诺了天下，只要将来诞下皇子，那么就册封其为大梁皇后。因为落款的时间是在3个月前，当时的萧策还在人世之中，但现在的楚乔却直接成为了太皇贵妃，永远不可能怀上萧策的孩子了。这也就给了楚乔一个合理的名分，让他能够留在大梁皇宫中掌控皇权。而册封大典就定在了3日之后，整个大梁京中已经挂满了黑帆。礼部也在赶工制作大梁有史以来的第1件黑色凤袍，所有人都在等待着3日后的第1场冥婚。而大梁之外的各国眼睛也齐齐地看向了大梁的都城，再一次被楚乔的行动给震惊了。每个人都知道，这不仅仅是一个皇妃，更是大梁未来10年中的真正主人。昔日奴隶出身的大魏女子，如今一步步凭借自己传奇的机遇，爬上了权力的顶峰。在楚乔成为大梁的皇贵妃后，燕洵和宇文悦等人也都有了不同的想法。楚乔这一次的行动，属实上他们都没有想到。那么接下来燕洵和宇文悦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呢？楚乔的冥婚能不能顺利的进行呢？我们明天再聊。